吃到了虚空之眼的一个一技能，但这边可以看到大眼他们畏惧着我，来到了中路，我觉得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我的天哪，漂亮！先打一拳，打的时候再把问题问遍。看一下诺手，诺手身上没有闪现，然后萨岛完美的 Q 住了这个诺手屁股后面的一个空气，然后让这个诺手无处可逃，即将窒息而亡。我的战队叫做刘畅战队，在剧情里面刘畅说我是东方人里面最能打的，他只能排第二。我们是乔西战队，这个希望大家虽然我们都很菜，但是我们会努力的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但是开出了自己的大招，喂，这大招大到了乌鸦的身上，乌鸦开出了自己的一个钉钉，完美的一个钉啊，然后再接上一个一技能，完美的空掉，然后萨米拉转出了自己的大招，这边诺手要进场了，可以看一下霞落的位置很危险，霞开出了自己的大招躲了诺手的，越是命悬一线，越觉得自己活着。萨米拉直接拿下5杀，我的天哪！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这个动漫《长剑风云》，它的题材和人设都很吸引人。然后两位导演就是 V 导能给我们讲讲，就是你们最初创作的一些想法吗？最初做这个《长剑风云》这个题材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曾经做的《雄兵连》《超神学院》是擅长做比较真实的，然后比较写实的这类风格的。但是《雄兵连》也好，《超神学院》也好，它本身是一个科幻类的题材。那我们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擅长的，做一些大家之前没有见过的，真正的也是写实题材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就选取了卡车司机这么一个视角，然后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对，我觉得兄弟们可以去支持一下，好吧？可以支持一下这个《长剑风云》。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说这个《长剑风云》的女主是国漫中真正的大女主。然后就是导演，你觉得这个女主贺江，就是这个贺江这个形象，就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贺江如果从形象上来讲的话，最吸引人的肯定就是好看，就是漂亮。其实我们在刻画这个女性卡车司机这么一个角色上面呢，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具有很强的独特魅力的。性格魅力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从她的身上找到她的作为女性的强大，作为女卡车司机的人格魅力。可以。那兄弟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女主角的一个光芒，兄弟们可以看到她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V 导，就是为什么把主角的这个身份设定为卡车司机这个群体？因为卡车司机本身就是我们想做接地气的，能够跟观众产生共情的，然后包括这个角色也是希望能从小人物平民当中出发，去寻找这么一个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的一个视角。那么卡车司机本身呢也是一个挺浪漫，至少我个人认为挺浪漫的一个事儿，就是开着卡车浪迹天涯呀。所以他们其实卡车司机的工作并不是被所有的人，就大部分人都是不了解，包括我们也是后来做这个片子才去了解到很多真实的卡车司机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也很有兴趣去想了解一下这些人，这些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生活身边的人，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人生，以及劳动人民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精神。动漫中有没有哪些就是别出心裁的或者非常有趣的细节呢？别出心裁非常有趣的细节当然很多了，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要做写实的题材，所以去参考了很多真实的情况。就比如说在真实的大卡车它过秤的时候，包括卡车是怎么运作的，过秤的时候它其实有那个它会压那个板，会哐当一下那个音效，还有那个减震，然后还有卡车在刹车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操作，我们是去现场也了解过。光那个卡车的模型还有绑定
前后大概做了3个月左右。因为我们毕竟以卡车司机为题材，所以在卡车上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其他的细节，怎么说呢？细节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有趣的，也有很多我们想要做有趣但是没有实现的，也存在遗憾的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然后能够觉得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真实的一个观感。可以。然后就是你们想通过这个常见风云，想表达什么样的理念，或者说想传递什么样的精神？从作品角度呢，我们想要做一些探索，题材上的探索。对于关于动画来讲，因为动画片，尤其是3D 动画片，它所做的题材其实尤其是我们公司擅长的是偏写实的、偏真人的，包括镜头语言也是偏真人影视的一个讲故事的手法。所以我们想要在动画上面去探索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所有的动画片它的题材都是天马行空的，有想象力的，比真人的表现力要好的。但是我们想，3D 动画能否做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些题材，然后接地气的，没有那些特效，没有超级英雄，没有魔法，没有放波的这么一个故事，就单纯的刻画角色，让观众去喜欢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小视角和真实的人物的情感压力也好，还是他们的人物线也好，是基于这个去拍。所以从动画作品上来讲，我们想要去探索这些可能性，也希望在未来，可能我们现在做的不够，然后大家看这个片子呢也有很多遗憾，也希望未来在动画上面能够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不同的题材出现。然后还有平时会看网友们对《常见风云》的这个的，看这个番剧的一个评价嘛？会看，反正我肯定也看不完，反正有时间我就会看。他们有很多观众提出的建议，还是很中肯的，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但是有很多也很无奈，有的时候观众是觉得你就是这么设计的，但不是我们没想到，是有可能没做到，无论是时间也好，技术也好。而且这个片子也是本来是电影的结构改编成了番剧，所以会有许多遗憾。然后我也愿意看看大家在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的一些评论，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会吸取教训，继续前行。但是我认为常见风云的这个尝试呢，不后悔。可以。然后对于网友们说的贺江太漂亮，然后和末世设定格格不入，有什么想回应？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遗憾，就是有很多人，我也看到很多评论说，贺江很假，或者说很漂亮。其实我觉得观众肯定不是讨厌她很漂亮，而是她漂亮的不真实。她的漂亮，她在某些时刻展现出来的好看，或者那个样貌，它不符合真正大家心目中女卡车司机的样子。我觉得是对的，是我们没有做好，就是在这里也跟观众道歉。然后包括很多路人，这个是很遗憾的地方。就第6集他在球场上打架，然后围观有很多群众，那些群众是用特效做的，那模型都渲染非常糟糕，然后就是有很多遗憾。然后女主角这个形象，包括有很多评论说她脸上脏。其实我最接受不了的一场就是在监狱的时候，她其实是带着妆的，你镜头拍她的特写，她是有口红的，她是画了眼影的，这个其实是很出戏的。但是怎么说呢，模型跟真人不同的是，真人化妆就可以了，模型要去在脸上做，然后去比如说素颜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时间来讲还是技术来讲都是有难度的。就我们确实这个片子有遗憾，在这一点上是很大的遗憾。我希望在后面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去改进，然后我也能够看到观众能发现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挺好的。创作这个常见风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么一个题材，
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就最多是真人影视可以去借鉴。然后像以往的很多经验是很难以去借鉴的，无论是表现手法也好，刻画角色也好，还是它的体量，也就是讲故事的节奏也好，我们只能是纯原创，包括这个故事，然后从头到尾怎么样去让观众进入这个世界，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难度还是题材上面的比较独特吧。那就希望就是后面能把就是导演讲到的一些细节，就是如果后面条件允许了，可以去把它再完善出来。就是现在《长剑风云》已经跟到了第7集，好多网友都说这个卡车司机的设定很新颖，然后女主的性格也很酷飒，很受人喜爱，但是只有10集，就是让人看得不过瘾。就后续还会做第2部嘛？如果说大家都喜欢的话，肯定是要计划第2部的，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是仅仅是一个展开。其实《长剑风云》本身是一个网大的一个剧本结构，就是网络大电影这样的一个形式，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遗憾和不够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是按照一集一集这样的叙事方式去规划的，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大家觉得看不够，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我看到每一集评论最多的弹幕就是看完的时候说看了个寂寞，就每一集都看了个寂寞，就是这个确实是很遗憾不解渴。它不是按照一集一集来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叙事节奏有点慢呀，包括起承转合的这些故事会很平淡呢，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高潮没几个，10集呢是短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题材呢，就肯定会出第2季，但是我们也是在做尝试，看看我们这样做到底说，首先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好，第2点就是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方向的东西。就是还是会有喜爱的群体嘛。我觉得这就够了。然后就是第3个就是用一句话宣传一下《长剑风云》。长剑风云呢，现在播到了第7集啊，这个数据不是特别好，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呢，我们也是在挑战和尝试，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长剑风云，谢谢。来，B站。